大家好，我係怡富地產嘅經紀David Tam 譚清華。今日咧我就帶大家嚟到 Richmond 啦，睇一個非常之矚目嘅拎包入住嘅項目，叫做 Milano。Milano 咧喺呢個 Caxton Village 呢個社區，係由 Pinnacle International 開發嘅高品質嘅公寓住宅項目。Pinnacle International 咧係一家1983年咧就開始開發呢高層建築同埋城市項目㗎，係非常之出名嘅。但係佢嘅特點咧就係佢所有嘅開發項目咧都係起好咗落成蓋好之後咧先至出售嘅，等於係現房，就等於拎包入住㗎。咁而家我哋就會去介紹俾大家知道呢個 Milano 個項目。新落成嘅 Caxton SkyTrain 嘅車站咧，就響呢個 Milano 嘅項目附近，大約2分鐘嘅路程就到啦。而且咧，佢可以直達到溫哥華嘅市中心、列治文嘅中心 Richmond Centre 同埋溫哥華嘅國際機場。咁嘅便利嘅交通咧，連接咁啊，睇個居民日常出行咧，就好方便嘅。關於學校啊，同埋咧多樣式嘅餐飲、購物商場等等。Milano 呢個項目咧，係坐落於充滿活力嘅 Caxton Village 社區。社區周邊嘅生活咧，配套非常之豐富嘅。除咗步行5分鐘咧，就去到公園，有個托兒中心、各類嘅餐廳，同埋 Costco、豐大超市，同埋咧呢個中華文化中心嘅中文學校都係喺個附近。而且咧，發展商咧亦都開發一個項目係酒店嘅項目，因為佢都係經營酒店嘅。佢有個而家起緊嘅喺個 Milano 隔離咧，就有個Meridian 嘅 hotel， 5星級 hotel 喺度開發緊，會同時期咧就約係出年嘅年初咧就可以開放啦。同埋仲有個 service apartment 叫做 Element Pinnacle Hotel， 咁所以咧呢個社區咧就會進一步提升到吸引好多居民啊，或者好多嘅遊客嚟到當中。好啦，我而家就帶大家嚟參觀呢個 Milano 拎包入住嘅項目啊！大家嚟睇下呢個大門非常之寬敞所以而家我哋大家一齊入去睇下啦。好啦，而家我哋嚟到佢大堂，我而家帶大家入去參觀佢嗰個示範單位。呢處咧就係個大堂嘅入口。都非常之高級，大家可以睇到。而家我帶大家去參觀。Milano 咧又最大嘅特色咧就係有一個超過2萬平方尺嘅住客會所。呢度咧不單止係個簡單嘅會所，而且係一個延伸你生活空間嘅地方。無論家庭聚會啊、朋友 party 啊、工作健身都可以全部喺度完成嘅。而且嗰處咧都有個小朋友嘅遊樂室啦。Kids Play Area 啦，同埋咧有呢個家長可以帶小孩子咧落嚟咧做呢個聚會啊，或者同佢哋分享啊，樣樣都可以得㗎。Work Lounge 咧近嚟係呢個 Work From Home 係一個成為新嘅常態。咁 Milano 咧特別設有呢個 Co-working Space 安靜嘅工作室，所以大家可以私人嘅 meeting room 讀書啊，非常之適合。對呢個自由嘅工作者、學生啊、商務人士啊，都好大提高你嘅工作效率嘅。相信不少朋友咧都中意做運動嘅。Milano 咧就設備咗專業級嘅 fitness centre， 包括有cardio equipment 跑步機啊咁樣，唔需要另外付呢個健身嘅會費。每日都喺落樓咧就開始運動啦。大家咧可以咧睇到呢個 Party Lounge 啦。Party Lounge 咧佢有乒乓球啊，有呢個遊戲嘅足球嘅遊戲嘅地方啦。亦非常之寬闊嘅。佢亦都有設備完整嘅kitchen 啦、dining area 啦，同埋休息區。咁大家平日可以邀請朋友嚟聚餐啊。或者係生日 party 啊，甚至家庭嘅聚會咧，都非常之方便。咁咧完全咧都唔需要佔用你自己屋企裏邊嘅空間。好啦，而家我哋嚟到個室外嘅地方。咁如果天氣好嘅時間咧，3兩知己涼棚
都可以嚟呢個室外嘅草地啊，或者可以 barbecue 啊，大家可以呢個聚會係非常之寫意嘅地方。大家可以嚟，我帶大家嚟出邊睇下佢嗰個barbecue 嘅地方。除咗呢度有呢個 BBQ 嘅地方之外咧，呢仲有一個俾小朋友玩嘅遊戲嘅地方。好啦，而家咧就帶大家嚟參觀呢個11樓1107一間房嘅示範單位，面積係510平方尺嘅。而家我哋大家入去睇睇啦。一入門咧，我哋見到一個係非常之寬闊嘅空間，非常之光猛嘅。同埋咧，我哋嚟睇下我哋個廚房。個廚房咧係有呢個煤氣爐。而且佢有個石英石岩嘅島台，咁另外咧仲有一個非常之進口有名嘅Fisher and Paykel 嘅雪櫃，亦都包括有 Panasonic 嘅微波爐啊，仲有洗碗機。所有嘅設施咧都非常之先進同埋齊備嘅。大家可以睇下呢個客廳同埋嗰個餐廳，佢係相連喺到一齊。雖然係500尺，但我覺得佢嘅空間嘅設計非常之好。亦都可以放得一張嘅餐台同埋一個客廳嘅梳化。再加上咧，佢有一個好寬大嘅陽台，我哋出去陽台睇下。呢個陽台係非常之寬大，呢個就係朝東嘅，係東向。我哋睇到呢處咧就係嗰個Capstan SkyTrain Station，隔離嗰度咧就係嗰個將會落成嘅 Meridian Hotel。對面咧就係又係 Pinnacle 咧開發嘅項目，已經係入住咗㗎啦。而且咧呢個單位咧就配備咗呢個重疊式嘅洗衣機、乾衣機而且咧佢呢個尺寸咧唔係普通公寓嘅尺寸，而係呢個住宅用嘅、住家用嘅尺寸嘅洗衣機、乾衣機。我哋而家咧就入到佢嘅主人房。個主人房呢個空間亦都好大，可以等得放低一張嘅 king size 嘅床，同埋咧佢嗰個walk-in closet 掛衫嘅地方亦都非常之寬敞。入邊嘅廁具咧都係採用 American Standard 嘅廁具。包括浴缸同埋淋浴。而家我就再帶大家嚟睇個稍微大啲嘅2房2衛嘅單位，2房同埋2個洗手間。我哋大家入嚟一齊參觀下啦。呢處大約係有800尺嘅面積。入到嚟咧，你都見到呢個空間係就非常之闊大嘅，因為佢嘅間隔咧，但係一個入方形所有嘅樓底咧，所有嘅樓底都係9層高嘅樓底，同埋咧配備有空調嘅。入到嚟咧，你大家都見到咧，呢個空間非常之寬闊，採光亦都非常之好。咁Pinnacle 咧，佢呢次嘅間隔咧就非常之見地方用。係差唔多係好似入方形、4方形咁樣亦都有好多嘅高級嘅電器咧。頭先介紹過啦，係 Fisher and Paykel Panasonic 所有嘅
微波爐啊、洗碗機啊，樣樣都齊備嘅。中央嘅島台亦都非常之闊大，大家喺住食早餐都可以嘅。同埋咧呢處咧就所有佢嘅單位都係9尺高樓底，而且都配備有空調設備，再加上咧全部都係呢個複合地板，所以咧就打理清潔都非常之方便嘅。大家可以睇下呢個餐廳啊，同埋客廳都有寬大。再加上咧，佢亦都每一層咧都係有嗰個重疊式嘅呢個乾衣機同埋洗衣機，係呢個 full size 嘅。同埋咧，佢有好多收納櫃，不管係1房都好、2房都好咧，佢有好多收納櫃，大家都唔怕話唔夠地方放嘢嘅。呢處係2間房，2個廁所，咁主人房咧係有個套間，我哋陣間帶大家入去睇下嗰個主人房。個主人房你哋大家都睇到啦，個空間非常之大，即係 king size， 絕對冇問題。同埋咧，我哋喺呢處行入去咧，就係佢個 walk-in closet 啦，亦都好寬大，再配備一個套間衛生間。我非常之喜歡佢嗰啲衛生間嘅配備嘅顏色非常之整潔，全部都係大理石嘅牆磚。而家咧帶大家參觀下佢嗰個第2嘅睡房，佢亦都配備一個好大嘅 walk-in closet。甚至乎咧，佢亦都有個可以當一個半套房嘅，因為咧佢呢處咧呢個衛生間咧亦都有道門，當你喺度用嘅時間咧，可以將道門咧可以閂咗佢咧，就係當係自己用。就雖然出邊咧客人都可以用，但係你用嘅時間將前面道門鎖咗，就等於係自己嘅套房、半套房。呢個衛生間係配備有浴缸。好啦，我哋就大家嚟enjoy 一下呢出邊嗰個露台嘅非常之好嘅風景。佢露台咧非常之大，大家睇到，而且咧我哋可以望到咧大家可以睇到呢個風景好多山景，同埋咧你個 Oakridge Centre 都睇到。呢邊咧就係豐泰，首先指嗰度就係豐泰啦。咁Costco 咧就喺豐泰嘅後邊啦，所以頭先同大家講咧，呢個交通係非常之方便，呢個 SkyTrain 亦都可以直接去到機場同埋去到市中心。而家我睇到對面咧，嗰度喺度建築緊嗰個就係嗰個酒店啦。睇到下邊亦都睇到佢嗰個室外嘅細路仔兒童嘅遊樂室，同埋個滾球場。佢生活配套非常之齊備，交通餐飲同埋娛樂設施都非常之豐富。呢個係非常之難得嘅一個項目，而且咧就拎包入住啦。你就可以嚟到參觀，中意選購邊個單位都可以。而家咧我介紹一個咧，我自己認為咧非常之性價比高嘅一間房嘅第一個衛生間嘅，呢個係 corner unit。你睇嗰啲景色，你睇一望差唔多180度景嘅，你可以睇到 SkyTrain 呢個 Oakridge 豐泰超市就喺嗰度啦。大家可以睇到豐泰超市Oakridge Centre 又睇到呢個景色真係冇得彈。呢個就係呢個佢嘅陽台啦。呢個係因為係單邊corner unit， 所以見到睇豐泰超市就喺嗰度 ，Costco 就喺嗰度啦。咁可以差唔多去到睇到 Metro Town 添，180度景，山景睇到啦。對面最高嗰處亦都睇到呢個Oakridge Centre， 係270度嘅。270度可以咁講啦。
呢個 corner unit， 就性價比非常之高嘅，係一房一廳，再加上一個衞生間，都係60零萬鬆啲。而家咧介紹呢個性價比好高嘅一房，所以大家希望能夠選購呢個，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喜愛嘅一個 corner unit， 性價比非常之高。你再睇下，因為採光非常之好，再加上你睇下佢個廚房，個廚房好少廚房有窗門嘅一房啊，佢呢個廚房係有個側邊有個窗門嘅，呢個廚房有個窗門，所以咧你煮食嘅時間，你打開呢個窗門，所以啲油煙都唔怕。Anno 咧不但係一個住宅，而且一個非常之完整嘅 lifestyle community。佢交通方便啦，生活咧配套咧亦都非常之好。大型嘅會所啊，優質嘅戶型，再加上咧 Pinnacle 發展公司咧係一個高品質嘅發展商，所以無論自住或者係投資咧，或者首次置業咧，都係非常值得考慮嘅選擇嚟嘅嚇。咁佢嘅定價嚟講咧，係非常之體現到呢個項目嘅高品質，同埋咧佢位於呢個列治文嘅優越地理位置。咁佢個項目咧就係會提供到1個至3個臥室嘅多種戶型。佢售價咧喺市場上咧極具嘅競爭力量嘅。佢一間房咧大約510平方尺咧，佢起價咧大概又係55萬左右。兩間房826平方尺咧就大概起價咧係89萬9左右。三間房1000平方尺咧個起價大約係105萬左右嘅。咁每個月嘅管理費咧每平方尺咧係5毫紙。而且每個單位咧包括一房咧都會包括埋咧1個車位嘅。尤其是咧響 BC 省呢個第一次賣房嘅，如果你購買符合條件嘅房產咧，你最高咧可以獲到呢個36蚊左右加元嘅商品同埋服務稅同埋物業轉讓稅嘅退稅。所以如果個售價係低於150萬嘅房屋咧，而符合呢個聯邦政府嘅全額 GST 嘅退稅嘅條件嘅話咧，你都可以咧連個 GST 咧都免除埋嘅。所以咧我就非常之建議大家咧可以嚟參觀購買呢個項目。所以如果你想了解咧最新嘅價錢優惠或者安排私人參觀咧，請你隨時咧同我聯絡，我會非常之樂意為你提供一個最專業嘅1對1嘅服務。另外咧，我最後補充咧，佢有一個而家係有個優惠嘅對呢個買客優惠條件，就係如果每人買咗呢度嘅單位咧，發展商會提供一個3萬蚊嘅優惠。個優惠咧，佢唔係喺價錢嗰度，而係咧係俾一個消費券俾你。因為咧呢個發展商係擁有好多嘅酒店餐廳咁所以咧佢提供呢個3萬蚊嘅消費券俾你咧，你就可以去嘅任何嘅酒店或者餐廳可以嚟使用呢個消費券嘅。佢嘅酒店餐廳咧就喺呢個溫哥華、北溫Downtown Vancouver San Diego 多倫多都有佢哋嘅分店嘅。所以咧係非常之係一個值得大家考慮嘅一個項目今日咧介紹呢個項目咧就到此為止啦。我再講聲，我咧就係怡富地產嘅經紀 David Tam 譚清華。我聯絡嘅電話咧係604-290-8698。對你說普通話的朋友來說，也可以跟我聯繫，因為我也可以說普通話的。我的聯絡電話是604-290-8698。我是譚清華 David Tam， 謝謝大家，多謝大家嘅觀看。